来看海洋委员会今仔日透早办理中油大拿抢外海老油意外演练哦，陆海空做伙出动，透过演练要来了解讲，若是老油要安怎来应变处理，希望让减少对海洋的伤害，咱嘛做伙来了解。高雄港外海有几60只船仔船顶人员当咧处理海洋污染的问题，这是模拟中油大拿厂2号外海下游铺桶管线破去漏油，现场组成海洋污染应变团队，利用大型油型亲像网仔的物件，利用清污船把油倒倒扣外来，落尾把油吸起来，佮会用吸油的米索仔回收铺油。外海有漏油的所在。伊有用一个 U 字形或是类似 V 字形，两只船去油拖来收入来呢。会有这个演练，是因为110年中油大拿炼油厂外海的铺桶破去，漏油是污染到小琉球甲恒春的海洋，冲击南台湾海洋的生态。这个演练出动陆海空15只的船，200多人参与，毋望若真正发生海洋污染，会当第一时间就处理好势。借由5道拦油机制，动员拖船、工作船、渔船等14艘船舰艇来拦油，而且空中也出动了 AS365海豚直升机，还有无人机巡查油污。大概有一个方向啦，大概就是金额上，那个罚单是150万啦，但是会向下修了，因为中油公司有做了一些努力。针对110年大拿厂伫外海漏油，中油后续处理，海委会罚中油的150万，目前也搁咧走行政诉讼。海委会毋望透过演练，会当防止海洋漏油搁再发生。记者钟义辉高雄报道。